呢部呢就係一部工業級嘅富興水機嚟嘅嚇。我同工廠去研發嘅目的呢，就係希望喺農業上邊使用。我相信大家都聽過釣水魚或者食過釣水魚呢樣嘢啦。所謂釣水魚呢，其實就係幫條魚辟谷，餓佢，揾啲靚啲嘅水養住佢，希望佢排晒啲廢物出嚟，冇咗泥味，魚質靚啲。釣水魚呢，就其實受到幾樣嘢限制嘅。第一就係話個水源嘅問題啦。如果啲水源乾淨嘅話，啲重金屬啊啲嘢一樣走翻入去嘅啫嚇。第二呢，就係佢嘅時間性嘅問題啦。通常呢，一般要係起碼45到50日先可以搞得掂。第三，咁你餓佢40幾50日喎嚇，個重量都低咗啦嚇，咁你點樣賺錢？至於燦神農場呢部工業級嘅富興水機，佢從設計上啊、流量上啊、出興嘅量上呢，同一般嘅家用式富興機仔呢係兩回事嚟嘅。富興水嘅特點呢，就係抗氧化、抗鹽，咁啊淨係呢兩樣嘢呢都不得了㗎啦嚇！就係呢兩個功能，用呢部工業級嘅富興水機幫啲魚釣水呢，20日。20日啫，睇下條魚變得容光煥發、閃閃生輝啊！泥味冇晒，肉質唔同晒。至於健康呢，攞條養咗20日嘅羅非魚走去檢測下先。嗱，呢隻嘢大部分都係養殖魚嘅農殘嚟嘅，除咗揮發性鹽基氮仲剩翻3.55之外呢，其他全部未驗出。更加奇怪嘅咧就係呢隻沙星，睇下根據檢測標準咧，你仲可以剩翻100啊、30啊、100啊，咁都當你合格㗎。但係用工業級富興水機養咗20日嘅羅非魚，全部未驗出。喂，大佬，有機養殖啊，你都未做到咁嘅水準啊！燦神農場呢部工業級富興水機呢，基本上係開拓咗食品安全嘅一個新嘅路向。唔使用任何化學嘅物料，單純用物理嘅方法就解決咗困擾住我哋好耐嘅食品安全問題。以後啲農產品咧去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得，唔使驚你話知你點驗都冇問題。幾日前呢，我哋已經為一個大型嘅養魚場呢安裝咗呢部工業級嘅富興水機。咁響吉隆坡嘅星廚詩宴呢間餐廳呢，我哋又裝咗呢部機。另外一部呢，就會擺喺燦神農場。燦神農場嗰度有一支好靚嘅山泉水啊嘛，咁配合埋呢個工業級嘅富興水機，哇，相得益彰，啲魚真係靚到嘭嘭聲啊！養好咗通知你嚇。其實呢部機仲有一條財路嘅觀賞魚嚇，價值幾高啊！你話如果用呢部機養咗條觀賞魚出嚟，立立令嘅話，係咩價值嘅？